你有冇試過啱啱拍拖嗰陣時甜到不得了，好似偶像劇咁，但係過咗一排變到咧3日嘈一次，5日咧鑊大嘅。好多人會話性格唔啱啫嘛，但係五行入邊咧呢種情況係有個名嘅，叫做相克之愛。咁問題就嚟啦，點解我哋成日都咁容易愛上一個克自己嘅人呢？今日我就用五行加心理學帶你睇一睇愛情嘅底層劇本。我哋講一講甜蜜嗰部分先。相生咧就代表互相滋養，喺戀愛入邊咧係最舒服嘅。木就生火啦，木型嘅人咧就係典型嘅創意派，佢會突然之間講：喂，我有一個好瘋狂嘅 idea， 你陪唔陪我一齊做啊？而火型嘅人咧，佢就係一個推動派嘅人。哇，呢個正啊，我幫你搞宣傳啦。所以咧，木通常出 idea， 而火咧就負責推動嘅。火型嘅人咧就係一個好衝動型嘅人，例如佢會突然之間講一句：喂 ，baby， 不如我哋今日即刻買機票啊！下個禮拜我好想環島遊啊！而土型嘅人咧，佢就係偏穩定嘅，佢可能會話：好啊，不過我幫你 check 下酒店同埋交通先啦。所以浪漫得嚟又穩陣，通常會俾到好多安全感俾火型嘅人。土生金。土型嘅人咧，佢就係屬於偏照顧型嘅人嚟嘅，例如佢好想屋企住得舒服啲，就係為咗大家可以安心啲。而金型嘅人咧就係好謹慎嘅，全程咧都按規劃而行。土型咧就負責支持，金咧就提供方法，所以咧安全感加方向。金生水，金型嘅人咧，我啱啱就講過，佢就係按規矩做嘢嘅人嚟嘅，所以咧做嘅報告咧係非常之清晰同埋有架構嘅。而水型嘅人咧就係一個靈感派嘅人，所以同金嘅人行埋一齊咧，通常會按住一個框架嚟行，而水咧就會喺入邊帶到啲驚喜出嚟。水生木型嘅人咧，佢有 idea 之餘咧都好有衝勁，但係咧壓力咧係會好大嘅。而水型嘅人咧，佢屬於偏向支持型嘅人，佢就會放心啦，我會幫你揾資料，仲提醒你休息。水型會默默去支持木咧去衝向佢嘅目標。我覺得呢個組合咧係可以用軍師加將軍嚟形容嘅。而《黃帝內經》入邊有講到啦，五行同五臟咧係相生嘅，肝木心火脾土肺金腎水，好似戀愛一樣，你滋養住我，而我推動你。咁問題嚟啦，如果相生咁正，點解現實入邊咁多情侶日日都係有拗撬嘅呢？因為大部分情侶其實係相克，你冇聽錯啊，係相克。木啦就會克土。木型嘅人咧，佢係偏向創新派噶嘛，比較多 idea。例如佢會講：今晚不如去試下新開嘅泰國餐廳啦。但係土型嘅人咧，佢又係保守派喎，佢會話唔好啦，去老地方穩陣啲喎。所以咧，木又會嫌土冇新意，土咧又會嫌木亂咁嚟。下一組火克金。火型嘅人咧，佢就係偏衝動型嘅，例如經常都會有一啲 ad hoc 嘅嘢，例如下個禮拜即刻飛日本啦。金型嘅人咧就係一個好規矩嘅人嚟嘅，一啲計劃都冇，酒店又未 book，點飛啊？所以咧火咧成日會嫌金咧阻住晒，而金成日會嫌棄火咧係亂咁衝嘅。下一組水克火，啱啱講到火型嘅人咧係衝動同埋熱情派嚟嘅，例如佢可能會有一日講：我要辭職，我要創業。而水型嘅人就會講：喂，冷靜啲啦，風險太大啦。所以火咧覺得夢想咧就會比水咧成日淋熄嘅，而水咧就會覺得火咧太過天真。下一組土克水，例如土型嘅人咧做爸爸媽媽，佢哋咧會好想個小朋友咧畢業嘅時候咧最好考個公務員啦，人工又穩定。但係如果佢養育嘅仔女係水型嘅話咧，可能分分鐘佢會覺得失望。例如水型嘅小朋友可能會話：第日大個我要環遊世界，我要去拍紀錄片。所以咧，現實同埋夢想咧，通常都會撞埋一齊，代溝咧就會大爆發。下一組金克木，木型嘅人，我哋啱啱講到佢係創意派啊嘛，所以咧做嘢嘅時候或者出去玩嘅時候，佢就會講：哎呀，啲活動好死板啊，不如加啲即興嘅嘢啦。但係金型嘅人咧，佢又係規矩派喎，佢就會話：得啊，流程表已經交咗，我哋咁樣 plan 噶嘛，唔可以亂嘅。所以木經常性咧會嫌金扼殺佢嘅創意，而金又會嫌棄木啦，唔去守規矩喎。點解我哋要講呢啲五行相克嘅嘢咧？我想科普一下，以前尚書洪範咧好早咧就有五行相克記錄嘅。
咁劉邦咧就話秦朝係水德，自己咧要用火德嚟到克水，所以咧漢朝顏色咧係紅色。所以五行咧佢唔單單係哲學，仲要係政治嘅心理學。但係點解我哋成日都會愛上克自己嘅人呢？我哋好多時候都話：哎呀，點解自己成日都會遇到一啲渣男啊、渣女嘅？咁問題嚟啦，既然相克咁多摩擦，點解我哋仲係會愛上對方呢？心理學有個理論咧叫做依戀理論 （Attachment Theory）。有個心理學家開始研究，用陌生情景實驗嚟到驗證，話人嘅依戀模式咧主要分成三大類別。第一種安全型，可以自在親近，亦都可以容許對方有空間。第二類焦慮型，成日都怕被人忽略，需要不斷嘅肯定。第三類逃避型，好驚被人綁死，過度依賴咧就會覺得好辛苦。如果我哋套翻去五行嘅話，土木佢係屬於焦慮型，呢啲人咧通常會需要安全感，好怕會被人忽略。佢哋不停會問：你仲愛唔愛我啊？你點解仲未覆我 message 嘅？咁偏偏咧會俾冷靜嘅水型人咧吸引到，因為水型人佢係比較沉穩冷靜，好似一片湖水咁樣，令到焦慮型咧係暫時感受到好安定嘅。但係相處落，土同埋火就會覺得水太冷淡，好似冇回應，焦慮感又翻嚟，衝突咧又會再一次開始。水同木咧就係屬於逃避型，呢啲人最怕咧就係被人綁死，想留翻啲自由嘅空間。你追得佢越緊咧，佢就走得越快。但係咧，佢哋偏偏咧係會俾熱情嘅火型人吸引住，因為火人嘅熱情令佢哋一開始覺得有安全感。例如佢哋會覺得：哇，佢咁黐我，一定好愛我啦。但係相處耐咗咧，逃避型又會覺得火型嘅人咧太黐身啦，好想行開一陣。火又會覺得對方咧冷淡無情，結果就係一追一走，成日都拉鋸。心理學研究指出啦，焦慮依戀加逃避依戀咧係最容易互相吸引，亦都最容易互相傷害嘅組合。因為一方越追，另一方咧就越係逃避；一方越避，另一方咧就會追得越緊，變成咗惡性嘅循環。咁點樣將相克變成相生呢？咁相克就唔等於冇得救嘅，反而可能係成長最快嘅愛情。有3個方法，快啲 mark 低佢啦。第一，揾佢嘅核心需求。例如火型嘅人佢需要舞台，水型嘅人咧係需要距離。火要學識收斂，水咧要學識俾掌聲。第二，講清規矩。火同金行埋一齊咧，提前定咩係可以即興，咩係要守規矩。第三，欣賞差異。土就要欣賞水嘅夢想，水咧要理解土嘅踏實。心理學咧有份研究就發現啦，當伴侶願意互相依靠，反而會令對方更加有自信，更加獨立。換句說話嚟講，信任依靠削弱，而係推動力。所以你睇下五行咧，佢唔係迷信㗎，而係一份跨越幾千年嘅愛情心理學地圖。最甜嘅愛情咧嚟自於相生，最能夠磨練人嘅咧，往往都係相克。五行理論講嘅係互補同埋摩擦，而中醫咧就講五臟五情，依戀理論咧就講依賴模式。以上嘅信息其實都係話俾我哋聽，安全感係可以換嚟真正嘅獨立。咁而家咧有個問題咧就交俾你啦，你覺得自己喺愛情入邊相生啊，定係相克呢？留言同我講，或者你會揾到你嘅五行靈魂伴侶。我哋下一集再見，拜拜。